三公主，您真的想输了这少城主卓考？真的呀。哎呦，对于三公主来说，赢难，输还不简单吗？哎，我就是怕我太优秀了，这万一要是赢了呢？哎，我要是赢了武士，这文士跟策论，我要怎么才能输得稳稳当当的呀？所谓田忌赛马，就是拿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去比。三公主只要做好自己，就肯定能输。我要助陈芊芊登上少城主之位。敢问少君，扶持陈芊芊是何用意？陈芊芊头脑简单，不学无术，蛮不讲理，荒唐无度，目无法纪。我身处乐离府，如果陈芊芊当上少城主，我近水楼台能更快把控花园命脉。比起二郡主陈楚楚，陈芊芊成为花园的少城主也更好控制。总之，少城主必须是陈芊芊。她既然不愿意努力，那咱们就给她一个结果吧。啊，是。开考。我能不能提前交卷啊？不可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有了，你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？三公主，题难吗？你考得怎么样啊？这多简单啊！画的可好了。画的可好了。少城主卓考武士，考教者共15名，单局优胜者记1分，初试取高分者2名进中试，胜者为武士魁首。陈芊芊、李怡兰，二位请。哎，公主你别怕呀，这么多年骁勇善战，战无不胜，胜券在握呀。握手言和行吗？刀剑无眼，人生无常，比武双方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二位请先签生死状。还签生死状，不是有没有这么认真啊？哎，临阵退缩者败，扰乱秩序者败，调出擂台者败，敲休战锣者败。比试开始。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自己的人，再加上林七洞的手脚，三公主稳了。躲开呀，三公主！我走，我腿走不了。
陈芊芊记1分。三公主好身法，我竟没有料到。城主，小人听说是林七小姐买通了三公主的对手。没想到林七还真是个可靠的对手。林七这孩子自小就争强好胜，逮着个机会就想让芊芊难堪。我是担心，若三公主进了中室，碰上这林七，那不怕，有韩硕呢。此人并非善良，又钟情于芊芊，他不会看着她吃亏的。芊芊兴许坐收渔利也说不准。最近三公主可是深得民心啊！若这次卓考取得了佳绩，那少城主的位置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种敬业的演员在横店一天至少得300啊！